我们没有说。如果这个舞蹈是年轻小伙子跳啊，那就没有那个味儿。哦，那他就有点。既然你说了，能不能给我们做下示范呢？这个只有你来带头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一跳第一个动作起范的时候，你也不往那边，也不往这边，就往这边冲了，就往这边冲呢？你注意看，你看那个老师也在，还有那个我们的阿拉姆姐姐也在，就特别有吸引。你刚才那一步跳到这儿，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伤害。对。谢谢李姐，谢谢李姐。奶奶今年99岁，算是我的音乐的启蒙老师，因为没有他们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能够和听者产生共鸣的声音就是天籁。刚好那个时候遇到了我的恩师，然后他就资助了我3年的大学的学费。第一次见他唱歌，他那时候10几岁。第一次登台也是哥哥带上我的。他要是出来，可能没我的份儿。江西的大这个妈咪，咱同居落重新吧，下到我弄不弄的，人的切到再当的。其实班雀跟我们的这个丹泽尼玛有一个共性哈，你们都是比赛出道哈。同时比赛呢，也能让人记住一些经典歌曲哈。对，比如说丹泽尼玛这次他唱的《念亲恩》这样一首这么好像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歌，但是依然受到很多人喜欢啊。为什么当时会选这样的一个曲子？我是这样选的，第一首歌跟李健老师合唱的《水流钟声》，我的家乡有冰川有流水，所以我想把家乡的美唱给更多的人听。第二首歌就是《念亲恩》，因为我想感谢我的家人和我的奶奶。因为没有他们，就没有现在的我，所以我想感激他们。为什么要感谢奶奶呢？奶奶算是我的音乐的启蒙老师。哦，她也是我们那边当地算是一名女歌手。哇，对，她经常在给我听山歌，然后她也会教我一些。奶奶有高寿了？奶奶今年99岁啊。哇，太棒了！哇，我在这里祝福奶奶吉祥如意啊！是。其实《念亲恩》这首歌，我觉得很多的藏歌会的观众也希望能在你到主舞台之前啊，在这里先小试牛刀唱2句，好不好？好，给我们大家来一下《念亲恩》。好，好，站起来吧。长夜空空令我忆往昔，明月朗相对念母亲。父母亲爱心，柔山相比月，照我窗前咫尺近。长夜空空，泪眼枕边寒。遥路远的还是我心。父母亲爱心，柔山相比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。啊，我觉得快要把我唱哭了，真的非常赞。说真话啊，他跟对老师了。对，我就一听就感觉是李健小时候的那种，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，真的那种书生，声音的那种柔美。对，柔美。真话，那个跟李健的那种演唱风格真的很像。而且很干净。跟对老师了。2018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，是挑战，是机遇，是成长，更是责任。恭喜丹泽尼玛！我生活在一个15人组成的大家庭，从小听着奶奶的山歌长大，对山歌民间小调有着亲人般的深厚的情感。